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新设一间购物中心，昨是有一个18岁高中生夜倒卧被扑，造成3个人受伤。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济州岛是南韩出名的观光景点。不过，南韩本国人认为讲，济州岛的物件上过贵，亲像咧讲攀啊，所以讲拢无要去。济州岛是以外国客为主。英国《Times》报道，英国的内政大臣伫咧美国华府演讲，主张这时代进步，当时因为受歧视要申请庇护，已经唔是适合的理由啊。呼吁联合国都要修改难民地位公约。所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亚塞拜然纳卡库气象队整个乡乡有燃料库爆炸，已经超过20个人着死亡，200多人着伤。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国家冰雪资料中心表示。南极附近大海的海冰面积是有史以来上界细地，比过去上界少1986年，搁较减少100万平方公里，这暖化的状况真严重。美国是宣布要甲南太平洋的岛国库克群岛甲纽埃岛建交，要扩大势力对抗中国的意思真明显。另外，咱的友邦帛琉，因的总统惠斯人士表示，正咧甲美国讨论要伫咧因帛琉部署爱国者飞弹系统，目的嘛是要压制中国。President Biden, your message to China as you stand next to these leaders today. 美国总统拜登2号伫北京甲太平洋岛国领袖召开这1年外第2届高峰会。拜登伫随时阵虽然无提起中国，不过宣布要派透一只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舰艇，专门甲太平洋岛国合作，以及提供训练，阻止中国意识正重。另外嘛，正式甲南太岛国库克群岛、纽埃建立外交关系。The United State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at is free,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We're committed to working with all the nations around this table to achieve that goal. Today, the Cook Islands and Niue celebrate milestones of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spectively. 库克群岛人数差不多17000人，纽埃嘛较无2000人，两个岛国人口加起来较无2万人。进前拢甲纽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即马美国承诺要进一步提供基础建设资金，互人当作是积极扩张伫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We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for this day sinc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by the US last year that it would recognize Niue as a sovereign state. 美国对于中国进入太平洋加强警戒，因为美军预定2026年要伫帛琉部署雷达系统。出席峰会的帛琉总统惠斯人就甲日本媒体讲，除了希望美国海军舰艇较接到帛琉港口，也向美国清楚表明，若做要伫帛琉有一个雷达基地，就应该爱常态性部署先进的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现在第2岛链会变成一个重要防卫方向，那美国跟帛琉强化这种军事安全合作，势必可以强化对于帛琉的一些补助。外交部致力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持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另外，太平洋国家董志文总理进行访问中国，能够在联合声明中无承认咱的国家主权。外交部已经表达强烈的抗议，并且各用正式的谴责。记者综合报道。AI 会当帮助咱做真侪代志，毋是过算嘛去互歹人用来犯罪。亲像西班牙，都有30个做囡仔相片，互偷摕去用，利用 AI 改做裸体相片，伫咧网络世界传，害即个受害者是身心受创伤。因服目前已经尚无有查到11个少年人涉案。西班牙南方一个小镇最近传出 AI 性犯罪，有28个少女互偷摕社群媒体的生活相片，用过 AI 软体制作大量赤身相片来对外公开，致使精神受到打击，有人阁惊到唔敢出门。Y claro, muchas chicas completamente aterrorizadas, con una crisis de ansiedad tremenda, porque yo cuando lo vi, digo, porque conozco el cuerpo de mi hija. Si yo no lo conozco, no tengo narices de saber si esto es real o no es real. 目前检验单位正在调查，已经查出上少有11个少年涉案。警方推测，因伫这个热人就已经开始制作假相片，透过通讯软体 WhatsApp 甲 Telegram
甲相片四过传送，搁甲受害者降钱，因为涉案人拢未满14岁，可能未受到刑事处罚，而且针对一般制作大人的色情图像，西班牙目前并无法律通过管，和 AI 相关的法规搁较是无半条，敢若会当甲即寡使用囡仔图像的内容当作儿童色情刊物来处理。The other thing is the ques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those that create the tool, the AI tool. In this case, we are waiting for the European law, AI Act, also CAI Convention from Council of Europe, several instruments that I believe are totally necessary to regulate this kind of tools. 虽然受害少女的家长有组成自救会来追踪后续的问题，现阶段也无法度知影有偌侪人摕到即款假相片，因惊即款相片会去互传送去色情网站，对少女的身心状况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公视新闻杨眼编译。感觉是伫关犯人的，不过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却是有一间感觉去互犯人唱手掌权，变做乌道组织的总部。当地政府顶礼拜是派万外军人甲警察，才总算攻入去，把这间感觉控制起来。查落是发现这内底不但有枪有火药，甚至阁有火箭筒。更较罕过的是，这犯人把这间感觉改造甲袂输度假村。内底不但有游乐园、有游泳池，甚至是连夜店、动物园、棒球场都有。警用车载走一车物品，犯人坐伫涂骹等待移送。南美洲委内瑞拉顶礼拜派超过11000个军警出动装甲车攻击北部阿拉瓜州一个家角，也惊动袂少居民。犯人的亲友嘛真烦恼，拢伫外口听候。No sé nada de mi esposo ni nada, no sabemos a qué destino los llevan. En verdad aquí estamos desesperados, pues, porque no sabemos nada de ellos. 这间家家长期去互犯人控制，家家的官员嘛做阵作恶。警方秘密7月1年才成功攻破，因进入家家了后，查到大批枪械、弹药、火箭筒，还有比特币挖矿机。更较罕的就是内底有游泳池、夜总会、跋筊间啊，连动物园都有。家设计做高级饭店的是美国势力上大的帮派，牵涉到绑票、抢劫、卖毒、卡油，也甲偷渡移民这类非法的行为。这阵帮派老大的家当作家己的据点，在假期间透过秘密通道偷啊活动，已经互警方长真久啊。暗过都伫军警攻击进前，帮派老大提早听到风声逃走，目前去互人通缉追捕。犯人权利组织是指出，这间家本来敢来当收容750个犯人，实际关押的人数超过5000人。警方攻击行动凸显美国的家长期管理不善这个问题。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美国科学家伫咧夏威夷西北边的国家海洋保护区，是发现这款真罕见的深海塔壳。咱看伊在受的模样，就真像迪士尼漫画内底小飞象同款。其实这款看起来真像的鱼仔咧撇咧，其实是塔壳的鱼翅。这款软体动物小飞象塔壳，主要是生活伫咧深海500公尺到2000公尺深的所在。因为这海底暗索索，伊的鳍盘佫会发光，看起来是真奇卡。画面内底，这只白色肥嫩，两面鱼仔大蕊，目睭圆练练，一只深海雨伞照机，科学家拢感觉真罕见。这个月13，利用遥控潜水器，伫夏威夷西北边的国家海洋保护区观测深海活动的时阵，伫水底1682公尺深的所在，发现一只雨伞照机。伊用两面鱼仔伫沙顶动，雨伞照机的表面是真金骨，伫伊分丝后壁的鳍盘小可会发光，会当射一寡细只带壳的动物活近，而且伊分丝的墙会当甲遮的蜡物粘条咧，还佫会根据光线的折射转换伊的色水。有当时是白色的，或者是柑仔色，去互网友讲真正看落有够水。另外，美国新墨西哥州顶一日有一场野放活动，是要来野放温室大理石龟。因成功服用23只大只的绿龟，也佫有几10只细只的龟。即个野放其中的20多只温室大理石龟，是6种北美绿龟当中上介大只的一种。据了解，因为人类会掠野生的龟来制作食食，或者是甲因当作动物伴，而且这野生的龟因的栖地，互人类变作是农地，影响因的生存。为着要救这个强要断种的物种，美国野生动物官员甲媒体人，趁着透纳所建立的濒危物种基金会达成协议，会伫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野放更较侪温室大理石龟。
We a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ets. We'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wild animals, and that means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专家表示，气候的变迁、地处生态发展重新洗牌，对陆区来讲，今嘛美国西南部的天气是搁较烧热、搁较干燥，因的车地嘛当伫刷向北边去。因为安尼，这个保育的计划要找到适合的保育车地，而且甲野放，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来看另外一款珍贵的海洋动物鹅仔鲨，目前全世界是存无20万只，已经去列入濒临危机的动物。印尼国家生态保护协会为着挽救鹅仔鲨的生存，所以讲要伫咧因的身躯顶安追踪器，观察因的状况。真大只的大光鲨，受过调片人员的身躯边，感觉是自由自在。受数十年来过度猎捕影响，全球的数量只存不到20万只，列为濒危动物。为保育，印尼国家生态保育协会到海洋生物学家，这几年来一直伫因的集市顶悬放置卫星追踪器观察生态。The more monitoring you do, the more information you get, the more we know about these species. The estimate population in Indonesia is hard to extrapolate because there is no scientific study yet to ga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in Indonesia. 为要放卫星追踪器，生物学家会用鱼仔、虾仔甲培养生物当作诱餌，去因大光鲨接近了后，将困掉咧，搁放追踪器。不过受限经费不够，加上卫星追踪器平均成本要$6500，生物学家搁发起募款，号召大众协助保育追踪大光鲨。有一个大喙的大光鲨无喙齿，平常时用过滤的方式来食物件，平均一天用吞10多公斤的物件。因为因真介伫温暖的海域，成为全球上大群岛国家的印尼，有未少观赏的热门景点。目前追踪记录当中，因看出因的线机路线是伫印度洋的沙地河湾到马尔地夫，甲印尼极乐鸟湾到澳洲的圣诞岛之间。It's hard to extrapolate from that data to know really what the true species population in Indonesia. So that's one of the key efforts we need to do together to actually identify how many species are there left in the wild. 不过追踪器敢能伫浅水海域来探测，那潜入到海底2000公尺以上，特别是伫长途耍鱼的时阵，都无法度过追踪。所以协会也需要政府加大量资金的支持，才能扩大保育行动。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澳洲这几年经济歹，有袂少建商厝起还袂好就倒啊。这买厝的民众，毋若等无厝，贷款共款爱继续还，生活是真困难。所以讲，德国政府就宣布，这几年是会开6000多亿的贷票，补助这寡遇到问题建商甲民众。这片还未起好的大楼，窗门拢还未安，煞是无工人伫施工的款。不过，这并毋是啥物第三世界，是欧洲经济火车母的德国，而且就伫首都柏林的市区。一个33岁白罗斯的移民杰夫辛科，原地离开故乡打拼真侪年了后，按算会当买一间厝来住。不过想袂到厝起到一半，建商雄雄宣告破产，伊买的公寓差不多新台票超过1700万，目前连本带利已经立一半去啊。不过煞是看到一个毋知员工爱等到伫当时的大楼，伊的心内是感觉真无奈。I'm already paying the interest from the loan, so that's a tricky thing because like it's a money that you never used. You cannot use i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where you can use it. 这种起到一半建商雄雄走去的大楼，伫中国四界拢是。不过想袂到，竟然嘛出现伫德国，而且毋是孤一个个案，这个问题嘛有恶化的趋势。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还佫有后续的制裁，加上进前新冠病毒的疫情，带动通货膨胀。欧洲中央银行甲各国的中央银行同款，以成熟正做阴阳的对策来压制物价，进一步压关银行的利率。无论是建商也是贷款的人，大概是拢害惨。Gipfel geworden, denn die Branche ist, wie gesagt, in einer schlechten Verfassung. Die Leute suchen dringend Wohnraum und wir brauchen natürlich auch neue Wohnungen für die vielen Fachkräfte, die aus dem Ausland für alle Industrien in Deutschland. 德国政府顶一日针对房地产的问题召开紧急会议，原本定伫2025年上路，要求新的建案使用能源的量要降到同款规模的旧建案的40%以下，也就是 EH40节能的标准。会议决定暂缓实施。In Deutschland müssen mehr bezahlbare Wohnungen gebaut werden, damit all die jungen Familien, all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die nach Wohnungen suchen, auch eine gute Gelegenheit haben, eine zu finden.
Und das bedeutet, dass wir die Aktivitäten im Wohnungsbau massiv ausweiten müssen. 德国政府的决定引起绿党也有环保团体批评，认为政府袂当带头行回头路。不过，在环保责任甲照顾民生的需求之间，德国政府是选择民生的需求。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上班上课乃当一礼拜休3天，真侪人会真欢喜。不过，伫咧美国的密苏里州有3成学校是因为欠经费，只好学生一礼拜干那上4天。这农场的家庭就讲安尼，囡仔当斗做事其实袂歹，不过嘛有家长烦恼着这囡仔的成绩。校车内面空空拢无学生，无载学生来上课，因为即天是囡仔一礼拜休3天的其中一天。囡仔伫咧厝内弹钢琴，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美国密苏里州有3成的学校一礼拜只敢若上4天课。不过，对囡仔伫咧学校的课程并无相大的改变。Everyone's doing the same thing they normally do. Everybody in my class keeps thinking on like Tuesdays that it's Monday. Oh my gosh. My teacher even does that. 自新冠疫情了，愈来愈多学校为着要省经费，甲教职员留来，就实施一礼拜休3天。有一寡家长认为，加出来一天会当斗相共做厝内农场的工作，或者是去离较远的学校参加比赛等活动。不过，也有家长担心时间一久，可能会影响囡仔的成绩。An argument too that it's not the school's job to babysit. True, but it is the school's job to provide a quality education, and I don't think that increasing our time 4 days a week so that we can have 1 day off is going to improve anybody's scores on testing or anything like that. 虽然一礼拜减上1天课，确实互一寡学校伫咧找教职员的时阵较顺利。不过学者讲，若是无自根本来做改善，问题会一直拢伫咧无法度改变。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re not really looking 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stress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whether that be kind of financial budgets that are too small, or if we're talking about mental health or other types of stress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face. 美国已经有几多百间学校实施一礼拜休3天的学制，其中大部分是伫农村或者是美国西部地区。不过，除了会影响囡仔学习的成果，若是伫咧上班的家长，也该付1天$30请人顾囡仔，增加真侪负担。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